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首先是这个恒大麻烦又来了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恒大物业隐忧核数师拒签，坏账悬底。在中国恒大进入清盘阴影下，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于8月29日交出了2025年上半年业绩答卷。他说，这份成绩单充满矛盾，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9%至66.47亿元，在管面积增至5.96亿平方米，展现出一定的业务韧性。然而，光鲜的营收增长背后是毛利率与净利率的双双下滑，以及核数师拒绝发表审核意见，尴尬局面。什么意思就是审计机构不给他签字。他说，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其贸易应收账款原值处于高位，资金链承受巨大压力。这份中期报告不仅是一份财务摘要，更成为观察这家与危机巨头深度捆绑的物管企业能否真正实现独立生存的压力测试。多位专家表示尽管其基础依然稳定，但关联方遗留的巨额坏账、品牌信任危机及增长路径断裂等深层危机，仍是其难以迅速摆脱的困难。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恒大物业不光有那个140多亿的那个银行存款被这个中国恒大占用了，恐怕还有其他的应收账款或者其他的钱被占用，现在慢慢的浮出水面。但是恒大物业肯定是要继续掩盖吧，那审计机构就不敢签。这个说最直接的信号来自于核数师公告，明确写道，核数师并不发表审核意见。说这一举动在香港资本市场极为罕见且严厉，其潜台词是，基于目前的审阅程序，我们无法保证这份财报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其中可能隐藏着未发现的重大风险。啥叫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专挑细处断这个恒大物业跟那个融创中国一样核数师不认可，不发表意见，说不定最后都是要退市中国恒大资本市场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说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就是恒大物业，这回也歇菜了。第二个就是万达，这个万达又是麻烦不断的。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万达集团所持94亿元股权被冻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9月1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2则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分别为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合计94亿元，冻结期限为3年，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王老板眼花缭乱的这个资本运作，对吧？又是跟什么泰蒙跟腾讯成立什么合伙什么资管公司，对吧？又是把几十家这个万达装到那公司去，又是一顿卖，对吧？把这个万达广场卖给保险公司，眼花缭乱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感觉他是越陷越深没有一点好转，就感觉好像万达王老板是越卖债越多呢。这个万达跟恒大区别就是，恒大就是不行就不行了，两眼一翻，对吧？立马就死给你看。这万达给人感觉就是钝刀子过肉这么拉也是一种煎熬，是吧？自从王老板应该是23年春节吧，白马寺上香，对吧？求佛以来，一天好日子没过。关键万达它没好转。这是房企的消息我们再看看这个今天在网上有篇文章，是写这个都说什么是哪个城市跌得惨，房价下跌但是谁惨也没有黄金惨。这个黄金楼市如果说它第二惨，就没有人好意思说自己是第一惨。今天网上有篇文章介绍，他说从23000跌到2600，中国楼市最狠膝盖斩诞生。要说全国哪里房价跌得最狠，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黄金，而黄金跌得最惨的地方，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燕郊。说到燕郊我还是了解一些的。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出台，平谷线改道经燕郊，就是从北京到平谷的那个叫轻轨或者你也可以叫地铁要经过燕郊，那也就是从燕郊可以坐地铁或者坐轻轨直接到北京。所以说这个平谷线改道经燕郊，通州被定为行政副中心，燕郊与副中心一河之隔瞬间成了天选打工人圣地。平谷线通车后到副中心只要15分钟，到国贸也就40分钟，通勤1小时。你想从燕郊到国贸坐地铁40分钟，那这是住在燕郊到国贸是 CBD 中心对吧？你在燕郊你40分钟就能到达 CBD 的中心，什么概念？说于是燕郊房价一路飙涨，说明盘首尔、田城甚至逼近
近4万一平，风光无两。可10年过去，首尔田城最便宜的2居现在成交价只要7000，从4万跌到7000，这最高跌幅达80%，这不是膝盖斩吗？这最高价4万呢，现在只要7000了。亏掉首付免费送房的故事在这儿早已不新鲜。但是啊，说在环京最惨小区排行榜，首尔田城还排不进前3名。说去年5月，一位燕郊中介发帖吐槽说啊，永清国瑞生态城才是真跌穿地。说他一位老客户2017年以单价2万买入2套，如今挂牌4000一平都卖不掉，小区甚至有人挂3800，就是从2万跌到3800。说这个跌幅啊，真是五味杂陈。但这还不是最近这里又成交了一套二手房，均价3329元每平米，而小区历史最高点可是2.3万一平。今年3月甚至还出现过单价2685元成交的，那最高价是2万3，你现在卖2685，那不是零头都到不了啊！什么叫膝盖斩？这就是国瑞生态城位于距离北京50公里的廊坊永清，紧邻京台高速永清出口，周边的配套还在规划建设中。国瑞生态城位于这个紧邻京台高速永清出口，距北京50公里，那2600也差不多啊。说当年宣传的是京台高速通车30分钟直抵南三环，通车当天，业主们甚至自发组织车队，浩浩荡荡体验这趟回家之路。那时永清还被寄望成为第2个燕郊，北京新机场落地，临空经济区要带动几十万就业，一切都看起来那么美好。开发商也雄心勃勃，要在这打造一座一生之城。说住宅、商超、酒店、学校全配齐，还引进了史家胡同小学、洲际酒店，从刚需小2居到豪华别墅通吃，就什么样的需求都能满足。这是有过案例的国瑞置业打造了北京2环内最大的城市综合体，叫国瑞，也被称为北京2环内第2大物业开发商。生态城开盘当天，房源1小时几乎售罄，销售额1.5亿，9成买家来自北京。这个项目大卖后，国瑞置业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环京黑马。然而2017年一纸限购令，环京楼市一夜入冬。为了规避，他们想了个办法，给没有资质的客户3年时间补交纳税，但也无济于事。1年过去，国瑞生态城销售额下降95%，这个投入200亿的项目也就这样暂停了。一生之城渐渐变成了一生之坑。后续的时间再出现关于项目的消息，大多都是维权，规划如宣传部花园面积缩水，质量堪忧，当初承诺的配套一直是在建状态等。直至今年3月，这里用电还是临时用电，物业甚至做起了用水的买卖。当初的售楼处不只是卖新房，也接二手房业务。开发商国瑞置业也从环京黑马逐渐在北京房企里淡去姓名。在永清中介的账号里，原价150万，现在35万出，这样的优惠房源多的是。朋友说啊，这边几乎没有人接盘，国瑞生态城几乎是永清最豪宅的项目，当地人没有接盘的能力，而有能力接盘的北京客户选择太多了。最近金雄城际快线即将通车的消息传来，永清地产人又开始摩拳擦掌，炒作新一轮概念。但是这新一轮概念还会有人听吗？你环京啊，不管你位置多好，有什么地铁高速道，那你毕竟还是环京呐，不是北京啊。现在北京5环外马上就要放开了，这趋势肯定是要放开啊。虽然一河之隔，那北京就是北京，河北就是胡锡进老师对这个是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在燕郊的边上啊，大厂应该是大厂买了一套，不是膝盖斩就是脚踝斩，也成为胡锡进老师啊不愿提起的痛啊。从2万3跌到2600啊，深深的把2万那个跌掉了。你说这个得有多惨，对吧？多少买了房的韭菜，这个恐怕半辈子翻不了身呢。有网友说啊，说我见过砍价抹零的，但是还没有见过抹整的，对吧？把整的抹掉，留下零头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经济学家马官远呢，他今天出了个视频，他也写了一个文章啊，但我看了一下视频和文章的内容差不多，主要讲什么呢？马官远说啊，稳住楼市只需5招。他那个视频大家自己去网上看去啊，我给介绍一下他这文章。他说啊，有机构甚至预言，中国的房价还有25%到30%
时的下调空间。如果未来房价真的还要回调25%到30%，意味着全国房价跌幅将会超过60%。它这60%指的是从最高点啊，它现在从最高点到现在已经跌了这个大概30%吧。那如果再跌25%到30%，他认为这个，那我们从房价最高点到最低点就跌掉60%。说这个国民财富就房价一项损失将超过200万亿，就2个胡适啊跌掉了。胡适现在才100万亿。这个马官员他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他说我们的 GDP 总量不过130多万亿。他说那你这一跌啊，就跌掉200万亿，对中国经济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性。这确实啊，这不能说啊，也就是说跌掉200万亿，那肯定是对大家都有影响。咱们居民啊，对吧？尤其是城镇居民，70%的财产在房子上面，房子一缩水，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好受。有贷款的、负债的面临着破产，没有负债的，对吧？我全款付清了，但那你也面临着财产缩水，也不舒服啊。所以说啊，这个对中国经济将会造成影响。但是你要说灾难性影响，我倒觉得啊，也不差这一哆嗦了。也就你从最高点到现在30%已经不止了，全国平均房价跌了都不止30%。如果再跌20%，还有多大影响？这个前30%啊，威力很大，但是后面20%或者30%，就是再大到哪儿去？在经历如此深度的调整，有人问还有什么办法稳住地产？这马官员说啊，办法当然有。他这文章写的挺长的啊，他主要写他说啊，基于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我认为必须出台肉眼可见、内心震撼的措施，才能真正扭转市场的预期。所以他提出啊，一共是叫5点方案。咱们重点是看他这个扭转房地产的5点方案。那么第一呢，他说市场现在最担心的是买了房子后烂尾，买了房子后开发商倒闭。马官员说啊，不烂尾是不可破的红线，买房不烂尾应该成为一个庄严的承诺，政府应该为此兜底。只要资金不被挪用，烂尾是可能发生的。这不是市场风险，这是监管风险，这是监管责任。政府应该拿出保障资金，确保不让一套房子烂尾，同时痛下决心，确保有开发能力的开发商不因资金问题出现破产，对出现破产应该积极重组，确保项目不烂尾。这个马官员这一条啊，这个提了跟没提是一样的，因为对吧？政府这个正在做，就保交楼啊，恒大、碧桂园、融创这暴雷房企确实啊，造成了很多烂尾楼，都是对吧？几百万套，但是这个各个地方政府都在保交楼，而且可以说啊，大部分问题不大，只有一部分啊，那些就是缺口太大，加上现在房子也卖不掉，所以这个有一部分保交楼有点问题。但是记住了，这个和现在你卖房子其实没什么影响。就是现在的刚需房想买房的，他摆在他面前的最大的问题，他为什么不买房？不是怕烂尾，这个我在恒大爆雷以后我就说了，不是怕烂尾。如果你怕烂尾，那你买二手房，或者你就买现在的开发商现，对吧？很多开发商现在的房子卖不掉都是现，可以买现。好，你说现房都不太好，被别人挑剩下的，那你买期房，你买保利的，你买中海的，你买华润的，这些央企的，事实上你看啊，保利、华润、中海这些央企现在销售额也是断崖式下跌，利润也是断崖式下跌，是不是这样？说明就这些啊，不太可能烂尾的这些房企，或者说它烂尾你不用担心，反正是大头给钱，本来就是大头的，那为什么他们也卖不掉呢？所以我说啊，韭菜不买房，烂尾不是主要原因，甚至烂尾的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条啊没什么用。就马官员说第二条，他说买了房最担心房价下跌，在这个非常时刻，我建议通过政策设计对买房给予一定期限的价格保障。哎，他这个说的第二条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认可，就是说为什么韭菜不买啊？那还不是因为你怕你300万买了房子，明年就变成250万吗？哎，这个是主要原因。如果你现在300万买了房子，明年变成400万，保证对吧？不让你买，你得想办法去。他这个说的对，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就是他问题说对了，但是他开这个药方行不行？对吧？就是病你看对了，你开这药方管不管用？他说啊，建议通过政策设计对买房给予一定期限的价格保障，比如1年内出现房价下跌，给予足额补偿，等于在价格上起到了兜底作用，消除大家顾虑，也是可以大大改变预期。他说这个制度设计的成本相对于收购真的是不值一提，而且一旦预期改变，房价稳住，等于1分钱不用掏。他这里面有2个问题，就是谁担保这房价？开发商吗？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敢搞这个业务吗？保这房价你没听说过吧？没听说过保险公司会有这样的业务啊？那政府担保这房价不能跌，跌了我给你这还是市场经济吗？马官员他是反对啊政府收除，他这个办法本身啊跟政府收除没什么，也是要用政府的信誉来担保，但是政府却讲他没有办法，我这是300万买的房，到明年后年对吧还是300万，那我把它卖给政府，你不政府担保的吗？或者我把它卖给另外一家中介或者开发商200
980万，对吧？赔了20万，那你政府给我补偿20万，那我是不是跟中介就可以串通起来套政府的？所以说啊，这个就真的有的经济学家他好像没有实操经验，就是他是静态的思考问题，你政府怎么担保？担保不了啊，对吧？你政府只要敢担保，那一定会大家想方设法的把那大头的钱给掏出，那最后就变成开发商担保。那开发商担保有什么用呢？开发商要能担保的话，他不会烂尾了。开发商又没那个实力担，对吧？开发商他倒愿意担保啊，他说这房价跌，我来，对吧？半年之内跌了算我的。开发商担保和没担保是一样，因为你说让恒大给你担保，恒大他爆雷了，或者万科给你担保，结果等你房子一买，万科爆雷了，担保不也是白担保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担心房价下跌，这个他说是对的，导致大家不愿意买。但是你这个办法是不对。第3条啊，他说我仍然认为目前仍然有真正的住房需求，住房需求并没有消失。这个就不用争论了啊，这个他说的肯定是对的，就是住房需求怎么会消失呢？对吧？住房需求跟你的这个收入，对吧？跟你的预期，跟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叫性格都有关系。你难道不想住一个带有游泳池的房子吗？对吧？你难道不想有一个大的书房，然后还有健身房，对吧？各种功能都区分开，对吧？你难道不想有一个房子从厨房到客厅还有高速，对吧？这个是郭德纲的相声富宝高速，对吧？你难道不想住那个山顶豪宅吗？你不想住那个西湖边上那个房子吗？那当然想啊，那问题是没钱吗？就是你实现不了的那个需求，对吧？你没有条件去实现那个需求，不叫我想住那个香港那个什么山顶上的豪宅，这算需求吗？反正我买不起。他说啊，不要动不动讲房子多没人要为真正想买房的人减负，要痛下决心彻底取消限购不留尾巴，下决心下调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目前首付比例15%，完全可以下调到10%，目前的房贷利率完全可以下调到3%以下。这个是马官员他把房价，对吧，和收入没去考虑，他只考虑这些小恩小惠，什么把你的购房资格取消掉，限制取消掉，让你首付5%，也就是把那上吊的绳子给你往下放一放，好让你把脑袋伸进去，把利息往下调一点。你说你不买房是因为利息多了那么一点，所以说他还是在那个原来的老路上转圈，就是说把首付调低一点，把利率调低一点，就是说他忽略了现在的矛盾是房价和收入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也说的对的就是预期的矛盾，就是我肯定不愿意买个房子，对吧？2年以后的贬值，对吧？我2万买的房子，完了之后变成2000，这谁也受不了啊。这第4个他说考虑到中国60%以上的房子是1998年房改之前的老破旧，他说城市旧改空间，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清楚，跟中国的这个现在房子卖不掉，韭菜不买，不知道有什么必然联系啊？你旧改，你城改什么一堆的，你原来住在那房子的人，你还得给人解决啊，反正人家不打算掏钱，对吧？你把它拆了，你得给他一套更大的，否则人家凭什么让你拆啊？然后你说你还补点钱，没钱，反正掏钱他就不干，对吧？所以说那个老破旧、城改、旧改跟现在的房地产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啊，顶多让那一房企找点活干干。第5条，他说中国大量的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很多在城市并没有自己的房子，政府有责任为这些群体住房问题买一部分单，要真正设计一套政策解决这一部分人的住房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倒说的也是的就是确实还有很多农民没进城，对吧？怎么样让农民进城？那这个是个系统问题，就首先这农民离开土地，你得给他一部分补偿，对吧？就是他的宅基地能交易，把宅基地变成他的资产，就相当于送了他一笔，然后进了城里面给他一部分安家费，这个安家费不一定是现金就是有可能是买房补贴教育补贴等等，这个政策倒是可以，但问题是现在政府没说，这个也是白说农民进城当然是好的，核心问题是工作，对吧？离开了土地，那你就更得解决他工作了，你不解决他工作，他又没土地了，那只会在城市里面，他没有工作，他又没有土地，那他只会在城市里面形成什么叫贫民窟，这是必然的所以你还得解决他就业，你还得提高他收入，对吧？给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说马官员这个稳住楼市只需5招，这5招基本没什么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